早安，各位同学，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线上主日学的时候了。那今天早上一样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可为一起来唱《走走走》这首诗歌。大家平安，我是可为。我要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走走走，走出黑暗的自由。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勇敢不回头。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走走走，走出黑暗的自由。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勇敢不回头，还是想左眼左拐，诚实无畏不说话，无从而人的寂寞，在光中行走。走走走，在你光明中行走，勇敢不回头，才是向左眼左拐，诚实无畏不说话，无从而然的寂寞，在光中行走。大家拜拜。哇，我们谢谢可为用这么好的舞蹈还有歌声带我们一起来敬拜，真的好开心哦。那今天又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雅茹要来问大家，记不记得上周我们分享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分享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对不对？上一周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怎么照上帝的吩咐守节，然后最后他们一起出埃及过红海。我们听上次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以色列人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法老王了，都是法老王害他们没有办法敬拜上帝。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出埃及之后，他们有办法敬拜上帝了吗？嘿，这就不一定咯。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先来听一段图画书。你瞧，这并不是我的错，至少都不是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百姓越来越没有耐心。摩西到了那山顶上去了，不知道有多久，对他们来说，搞不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们想要一些新的神来膜拜，我还能怎么做？我只能照着他们想要的去做。
我要他们把所有的金子堆在一起，燃烧融化，塑造成一座巨大的金牛犊。我告诉你，他们爱死了。隔天早上，他们开始向那金牛犊膜拜，并献祭。他们唱歌、跳舞，又吃又喝，偶尔开个派对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对吧？老实说，我还没看过他们这么高兴。但上帝让摩西赶快下山。当摩西回到我们当中，他并不开心，一点也不开心。我从来没有见过摩西这么生气。摩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有写十诫的石板摔在地上，接着把金牛犊融化了，磨成粉状，丢进河里，并要大家把那水喝掉。那水一点都不好喝。接着摩西就对我发脾气：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发生？我照着闪过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回应他，把错全堆到百姓身上。这不是我的错，这些百姓很坏，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我大叫，并指向站在我背后的人群。不用多说，我们都有祸了。上帝很不高兴，现在我也觉得很糟，因为我让上帝和摩西失望了。好了，我现在懂了，我并没有坚持做对的事情，我屈服了，随从群众的意见，然后还把责任推给他们。我真是个懦夫，的的确确，在那时刻还真不光彩。这也是为什么我还会这么感谢上帝原谅了我。上帝对我的未来还是有一个计划，还可以使用我去做好的事情。猜得出来这段图画书是谁在说话吗？哈哈，他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天哪，我们从故事书里面听到摩西的哥哥亚伦怎么会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呢？我再跟大家复习一次，原来以色列人出埃及想要敬拜上帝之后呢，上帝果然照着他对以色列人的怜悯还有恩典，常常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不管是借着云柱、火柱，或是说在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给他们玛拿，或是说在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让磐石里面有活水就出来。即使上帝跟这些子民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很奇怪，这些人民他们就是还是常常抱怨上帝，而且常常转离上帝，甚至公开违反上帝教导他们的事情。怎么说呢？亚伦怎么会发生今天的事情呢？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上帝要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按着律法来过合他心意的生活，就跟他们以前在埃及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那于是摩西就上山领受了十诫或是各样的律法，他就下山哦，教导了以色列会众里面的那些群众的领袖、长老，让他们每一户人家都可以来了解上帝的心。但是在有一天呢，上帝说：摩西，你继续到山上来，因为呢，上帝想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打算在以色列人中间盖一个会幕，就是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摩西就上山去学，跟上帝学说要怎么样建造会幕。那摩西的大弟子就是约书亚，跟着摩西一起上山，然后他在半山腰等待。那摩西这一上山呢，这次上山的比较久，总共需要花40天来学习怎么样建造会幕。但没想到这40天对以色列人实在是太久了，他们在山下这样等到后来不耐烦嘞，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摩西他去山上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搞不懂。那这样子一直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所以他们就主动跟摩西的哥哥亚伦说：“哎，你这个带我们一起出埃及，你这个在山下的，你帮我们造一些神好不好？好，你弄一些神出来，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哇！结果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呢，他竟然没有拒绝这些人民的要求，他反而配合他们继续执行这个工作，甚至主动跟他们说：“好啊，那你们把你们的耳环、项链有金子的部分都摘下来，我们就把它用来打造我们想要的神。”哇，太夸张了！因为在之前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才说你们的项链、你们的耳环，是以后建圣殿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结果现在却是拿来建造假的神明、金牛犊。好，亚伦就带他们建造完了，然后建造完之后呢，就说好，那我们就在明天一起来守节。守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在神像面前快乐的吃喝，甚至是玩耍。这个玩耍在那个时候不是什么太好或太震惊的敬拜神的方式，是他们从别的族群或民族学来的，比方说以前的埃及，或是以前在认识迦南地区的宗教学来的一些不是很好的玩乐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敬拜金牛犊这个假神。哇！那摩西在山上完全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上帝都知道。上帝就跟摩西说：“这些山下的子民，他们已经快要背离我了，你赶快下山去，而且我打算把他们灭了。”但是摩西一听到上帝这样说，吓死了，赶紧跟上帝求情说：“不行不行，上帝，求你不要灭了这些子民，他们是你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所以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之后，上帝才决定不对以色列人生气。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就赶快下山，然后赶快教导这些群众正确的事情。摩西好生气哦，他直接站到人群中间，然后把上帝写给他的法版都摔到地上摔碎了。这些以色列人不守和上帝的约，那这个他们十诫的法版有什么用呢？就是他们和上帝的约定有什么用呢？他就把这个法版摔碎，然后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人竟然在这边做什么？”他又问他的哥哥亚伦：“亚伦啊，你为什么带头带他们这样做？”最后摩西说：“我们当中要侍奉耶和华的，到我这边来。”结果没想到以色列人里面12支派，只有利未一个支派的人，全部到摩西那边说他们要继续侍奉耶和华。到底发生什么事？上帝不是就在他们身边的山上，然后不是带领他们经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吗？结果最后竟然只有一个支派的人愿意继续侍奉耶和华。好，摩西这个时候给他们机会了，于是他说：“好，那现在利未支派的这些弟兄们，你们呢要在营区里面来回往返，把不敬拜上帝的人处决。”所以执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因为当他们照他们所说的律法答应过的，说要那样生活之后，但是又犯法，那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合宜的公正的审判方式。所以这些利未支派的人呢，他们就在整个营区里面这样来来回回，就处决了3000个不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整个营区才又恢复到认识要敬拜上帝、敬畏上帝的心。那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等待真的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想想之前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不论他们抱怨什么求什么，上帝马上回应他们，指教他们，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非常乐意的说：“好，上帝，我愿意侍奉你。”但是今天当等待的时间一长，可能他们有的人在山下
自己在那边祷告啊，自己在那边问上帝，但是上帝还没有那么快有回应的时候，他们就不耐烦了，他们就觉得他们要去敬拜别的很多种的神了。大家这跟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在信仰里面面对的挑战有没有很像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上帝祷告，或是说跟上帝求什么，但是在太长的时间并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就打算去依靠别的东西，打算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照着自己想要的时间，照着自己想要的结果去执行了。假如传道不是说我们人想方法是不好的，而是说我们的心在等待的时候，无意间远离了上帝，甚至背离了上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喜欢得到快速的回馈或快速的回报。我希望我今天肚子饿，我马上就有东西吃，即使那个食物不健康。我希望我今天求什么，我明天马上就要得到，即使那样的方式不是好的。但若我们愿意等待上帝的时间，还有上帝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明白，上帝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工作，只是可能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他也仍然在运筹帷幄当中。就像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了40天，上帝并不是没有在工作啊，上帝就在他们的山上跟摩西说，你要怎么样在会众中帮我盖一个他们可以敬拜我的地方。很多事情在进行呢，但是以色列人只站在自我中心的方式来想事情，他们看不到上帝正在为他们预备，只想到要照自己的方式快速得到他们喜欢的结果，即使这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心意。那今天雅茹传道也跟各位同学一起学习这个等待的功课，愿我们借着亚伦还有以色列人的错误，也学习到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求什么，祷告什么，当我们等待很久的时候，不要灰心。我相信上帝在我们身边一定都有许多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工作，愿我们一步一步更认识神，怎么样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运筹帷幄，而且带领我们走他喜悦的道路。这个时候就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人真的很渺小，而且我们常常喜欢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面来追求我们想要快速得到的一种快乐或结果，殊不知道不论是生命，不论是环境，都需要有成长预备的空间。所以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眼光，能够知道你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正在进行的工作，让我们有智慧以及耐心来等候你的时间到来，不离开你的道路，不去敬拜别的神、别的偶像，单单尊你为大，因为你是爱我们、施行慈爱的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借着给予一些我们手中的金钱，提醒我们万物都是出于神，我们理当把我们的部分归给他。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难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
谢谢你保护我们从9月开学以来，出入平安以及疫情平息下来，让我们的生活与学习逐渐恢复正常。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要学习用爱来回应你。我们献上一点金钱，也请你将感动与力量的你，当我们在主日学或是任何时刻，加倍的感动我们每个主日学的孩子，能为你用。小孩祷告是奉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身心都平安，生活蒙你的带领。接下来为主日学老师们代祷，求天父保守每位老师的生活满有圣灵的扶持与帮助。最后，已有同学开始接种疫苗，求天父保守施打过程顺利，同学身体健康，上课平安。孩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各位同学平安，我是初小班的秀云老师，好久不见了。今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让我们都不能自由的出去旅行，到处去游玩，然后来教会做礼拜，也不能去餐厅吃大餐，让我们心情非常难过跟不开心。不过感谢神，因为他有听我们的祷告，台湾人民有好好的戴口罩、勤洗手，还有喷酒精，让疫情能够舒缓了很多，大家都有打疫苗，增强抵抗力。所以呢，教会也准备在10月份的时候开始恢复主日学的上课咯。老师很想你们，希望10月17号以后呢，能够再见到你们，一起来教会上主日学。感谢神，愿神也祝福你们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